拜到上帝面前，就问伊个，按样做错冇？你有欢喜冇？你欢喜按样做冇？迄个唔欢喜按样做，请伊本来能力，让本来按样能力，就可以做行啊多的事情，或者做行啊多错的事情，会对安尼社会安尼需要帮助的人，做得帮助请行啊多。刘小勇係啲桃園市宋武莊出世成長嘅客家人。13歲嘅年，佢阿爸因為一場突然發生嘅意外出過身呢，留下阿妹同7個成員呢。劉家嘅經濟狀況一下就陷入困境，佢是受到社會各界團體嘅幫助，才做得渡過難關。第二時節，當地後生唔地勢力嘅劉小勇，都好有緣分，有機會受到基督教嘅感召，對本單身泡泡嘅協議性格，一路改變做社會上人嘅改錯者。回頭看葉甲子嘅歲月，劉小勇曾希望肯擺做得繼續披登上帝帶來嘅一群人，一切都記到尋到人生嘅方向。桃園鐘樓地區有一間看起來當平凡嘅店面，所有同生活親有關係嘅日常用品，呢一片全部前面到。衫褲、皮包嘅鞋，做下嘅鍋嘅碗、塑嘅盤嘅家庭用品，乜嘅都有。詳細看亦都全部係藝術物品，擺到滿滿嘅商品，整理到好細好細。百個平嘅店面，就係對16年前劉小勇同5位高位朋友嘅一個聲音開始。木匠的家成立是因為，我們看到中原大學周圍有很多的撞球店啊，或者什麼娛樂的東西，那很多學生都花很多時間在那種地方。那我們就覺得能不能夠設一個地方，讓學生啊或者年輕人有機會到那裡。很早的時候大概沒有太多構想，就說能不能吸引年輕人不去那種比較不好的場地。那覺得說弄一個免費的咖啡吧，然後跟國外宣教士合作，讓他們來這裡可以輕鬆的聊聊英文什麼。你到別的地方學的話，那就是要上課要什麼嘛。那這樣對學生就比較沒有壓力。你程度好一點，程度不好一點都可以來學。開始只是這樣想而已，就讓年輕人能來，然後有機會讓他學英文，也避免去那種場所。關懷協會成立的初期，物品至今乜嘅都缺乏。故所佢入好三手，拿好工期，帶領一群志工對測量嘅、當作嘅等嘅，亦都艱苦而用體力嘅勢頭開始做。看到的咧做的吼，係你16年前吼，為到愛做咧間咖啡館吼，當時啊又冇錢，同埋就是大概有熱心哈，來講愛做本土上來做，所以就想講做啲前頭嘅彩箱板啊，來去甲當了等嚟就好做嘅哈。結果佢在木材行嘅頭家就講，冇按不如小事啦。個師傅來做都做唔起來，你冇做專家來做吼，根本做唔上啦。跟我講按樣甲散咧，一個頭家咩真好心啦，結果按樣冇法度做，冇吼我有個真多個項目啊吼，迄加硬天咧吼，多邊個邊，唔係愛吼，我就便宜賣，按七個好好愛來做燈嘅，吼，所以啊，你就按匠嘅木材吼來做，但係要做正經個，你就唔係專家哈，也唔係師傅，
所以做的时就讲好啦，大家来做志工啦有冬的啦有插油菜啊，有糯的啦磨砂的，乜解都有。你看了做的佮学生的冬好啊啦有一个人就负责插油菜啦，佢就关电去啊，插油菜的，我就插油菜。佢也无想到人也无弄好啊，运动等到等间弄好啊，呛啊，再来插油菜，佢就插落去快啲咧，就安样。不过你们看到也真好，真神气啦，也无讲的猥琐，但是除了腔下表演啦，咩还按讲You mean sometimes in the car? In somebody's car. So when they push the brakes, a routine. How have you been? Are you working? 又快又舒适嘅空間，再加上有友善嘅學習環境，影片咪悄悄地發展做社區居民交易發通嘅場所。16年來，每禮拜固定嘅時間，啲咖啡店總係傳來講笑笑嘅英文對話。對亞洲後生人來講，協會係為討當年嘅寒暑假，期盼戶外團康發通，批定幾條行過一趟又一趟難忘嘅快樂假期。这个咖啡吧，假如说人来多了，你要提供这个免费饮料，要租房子也都是支出，所以你做得越好，就是要贴越多的钱。那到后来，也有人一直讲说，现在大家都讲环保嘛，那我们也因为有了咖啡吧，就有很多的人就是我捐你椅子，捐你什么，就是这旧的东西变成越来越多。那又有人在不断的，我们大家都在呼吁环保，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能不能做二手的东西，然后也能够让东西再利用，另外也能够帮助这个咖啡吧不要变成很大的经济压力。而且这2张都是800吗？一张800，如果买2张就1500。好，傻逼死一下就对了。好。張開始協會透過善心人士持續無停嘅捐贈購物資，除咗供應7家藝術店賣嘅東西，並了嘅時節，劉小勇每位親身帶領後生嘅職工到附近嘅假日跳蚤市場擺攤呢。唔但唱做得為環保遠足盡一份心力，還做得帶動後生人養成愛護社會嘅好習慣。這樣是比較小 size 的。其實我平常都會來這邊幫忙。其實來這邊你可以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然後跟很多人的互動啊，就是一方面是就是我覺得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對，然後我覺得也還蠻好玩的，對啊，就會來幫忙這樣子。我很喜歡在木匠的家的感覺。葉片係協會嘅藝術倉庫同物品維修站，各項物品替葉片得到新嘅生命。因為家器本身體積較大，佔嘅空間未較多，再加上本單藝術生活用品同sản婦嘅數量實在太多嘅，故所劉小勇對去年開始就考慮要去闢華泰路順嘅大店面。一個重大嘅決定，佢用實地員工會議後，未引發大家無同樣嘅意見。個藝術店以前無個見個屋主來講你都東西按多，不用窮下嘛，不用意見來按下好勢大家就講好啊。你來做一隻家具館好咧，因為家具我動態嘅猥瑣，就想講好啊，來不用家具有樣就錯要按太方不用太緊張就錯。咁有1-2個月以後看看就想好像不對哦，可能唔錯去哦。你當時一開始係叫做很多二手店的，唔係二手家具店的，
新管处就按用想法讲，唔错呢。员工会议2、3、4都恐吓，我就老太家讲，太家就讲，艺术啊，卖个艺术没钱呐，卖家具哈多钱呐？一卖家具1000块、5000块都有可能。跟生活用品10块、20块、100块，跟卖到几时？唔错啦，唔错。跟安泰给运动啊，不用家具，还讲唔错唔错。我们要开的是二手店。我讲几啊个礼拜吼，太家就讲，无严格啦，但係太家講啊，了解唔好按硬講啦，硬講是硬講，你嘛做唔得硬講啦。那本來做運動不用家己，佮較有錢，佮按貴個房租，按太按多房租，唔奈可能用二手東西來開咯。當然，我就心裡想個，唔咩，你要開藝術店。劉小勇認為，各項物品都係民眾嘅愛心。佢講協會為咗賺錢，將買國家式嘅家具，三無重視其他藝術物質本身本人創造出來嘅價值，也就等於係放棄嘅協會最核心嘅理念。客家人唔隨便用鋪嘅堅持，對劉小勇嘅成功看到當顯明。做錯嘅事情，佢有自家獨有嘅想法。韓式時節嘅劉小勇唔但唱千位雅師，咩係同學知道請有正義感嘅協誤。什麼調試你講啦？當好試啦，嘛該都可以試。就按我記得出該要做大天添，因為劉文俊慶人，其實從到大人也就細妹嘅，其實劉文俊來出醫是可以是卡手包推機啊，以前我們都。宋福地就喺桃園市平鎮區，喺頭擺客家鄉松嘅先民開墾嘅記錄，後推子孫見來見到，悄悄地演變咗一個鐘頭。結束到一下，當地嘅居民還習慣同一片喊做宋福莊。大擺轉到一片，劉小勇韓式時節嘅回憶就全部走出來嘅。你隔壁係派出所。你就派出所隔壁，特別是 CCIIF， 米方來建商合建，所以我們就住到3樓去了。CCS 就校校就在對面，特別談到你在3樓就夾照電去上課，請體育界到校校應該就會挨副校就在校校對面。你蠻好，對外會不會行出去吼？佢唔看得到個太流吼，佢台北同埋係眷村吼，居義新村，然後台北吼，綜合部分都6期吼，伊都出只到個義民廟嗰邊去，係會有一隻義民廟，嗰邊同埋就帶啲客人較多咧。童年時期嘅劉小勇，喺屋下排天衣。佢上到哥哥，一地輩遺傳嘅阿爸北方人嘅和尚，同阿妹客家人嘅群落。屋下我用到體力嘅勢頭，全部都係佢愛做，佢咩從來唔識怪人。你學教佢係一個稱有正義感嘅協誤，仲有同學本人欺負，佢天才會跳出來為同學打抱不平。最早1、2年級都做前面，以前的桌子是一張長的，對，然後我們要畫線，然後不能碰過來這樣子，然後上面都會刻名字的學的，對，現在他們都不錯了，都有墊子，然後上課都是2隻手要擺着這樣子，對，這樣要擺着這樣看聽老師上課，都不能那個了。
对，以前小孩子是像个李文俊起码打的对嘛哈，就是要复旦里的李总啊，就起码打的都什么哦？其实我上一次都老去理论，就学会看了就对了。其实我嗰种诶，因为个李文俊庆人，啊，其实从头打的什么诶，其实李文俊来出去是可以是卡手把推起啊。以前都金少。以前我们的该手把棍全部按，其实感觉卡了啊棍来推起啊。其实老去来出去，来，其实是啦。转到屋卡，劉小勇係一個對馬嘅都當好奇嘅人，任何冇試過嘅新事物，佢天初愛親身去體驗，就算帶定危險性，佢還係堅持去做。喺切嘅4年嘅當中，親飯餐又係本阿妹親手專門雅士嘅4年呢。刘秀荣就是他很好奇心啊，那越是說不可以，他就覺得為什麼不可以啊？比方說這個可能會燙啊，可能會有危險啊，那就不可以去摸，不可以去動哈。那我們小的時候我就聽啊，因為我覺得那個會燙到，那個會怎麼樣？我就害怕。他就不一定，他講真的會燙到嗎？比方說那個鍋、那個煤球、那個爐子就很燙啊。不要看，我看到火熱熱的我就有點怕，但是他就不相信哦，他都要去碰啊，去試啊，去踹呀哈，所以多久都會出問題比較多嘛。那出問題多了以後呢，就自然而然，反正大小事只要有事情，就是劉秀榮，是不是你搞的？以前是燒個炭鹽啊，炭鹽爐的那個火，一年幾年的就冇停啦，冇停了就沒煮水啦，就鋪那個排骨啦、鋪湯，一擺是剛好，你就鋪喺煮腳嘛，煮腳鋪啊，人家講那不能吃哦，所以我把你這個就是拿到了，就我偷食啦，以前我偷食以前啦，當好食啦，嘛該都可以吃，就按我記得就該要種大青甜，該得大。反正呢，阿妹講嘛，該你就要去吃寬啦。嘿，結果按樣做唔得，就來吃寬啦。你樣會做唔得啦。就按這樣，就很講做唔得就要去吃。就愛來吃寬啦的。好奇，嘛該做唔得，好奇，攏好奇。對於個國小6年生嘅小朋友來講，本旦應該有無愁無慮嘅童年。秋天日嘅時節，劉小勇嘅阿爸才發生意外，不幸過身。劉家亦係生活經濟出問題嘅，阿妹做事愛3忙同7嘅聲音呢，吐到胎。家庭劇變就我娘家人啊，行安義工啊，又帶安義工，他住在台北嗰邊啦，就他來講，佢講，唔係什麼呀？我買本嘢，全部我買退去，唔將有成敗。冇研究兩個仔，然後冇成敗，讓兩個仔要留等之後，我買退給錢了，付埋了，兩個仔較細嘛，兩個兒子較細，還講還冇啊，還講還講冇說我背到工廠，還講還沒背好到工廠。那個時候50幾年的時候，那工廠很多不良少女啊，太保太美東西啦。我說我不要，我就。我講還有1萬塊，我說5個20，我去5個20存上來講的是，我說講你就按硬講的，你就按硬講的，我嫂嫂我那個嫂嫂，講按硬講，那個時候家扶助中心，那三個，他3個有家扶中心的，有輔助，對，他3個，那2個男孩子到華新醫幼院。那時候我好像印象中好像說我也要被送到育幼院，印象中因為除了我2個弟弟之外，我好像也要被送到另外一家育幼院。好像後來那時候因為我弟弟先送，然後後來我們好像捨不得，我就比較好運，沒有被送走。所以可是我跟我媽去華新看我弟的時候，我就覺得也是看我弟弟啊，我弟弟在那裡好像我就跟着媽媽住，我就覺得我好像很幸福，我有
就是有妈妈陪伴，有妈妈照顾，那弟弟都没有，所以2个弟弟回来，我们都觉得也是特别对他好一点，觉得他蛮可怜的，这么小就离开妈妈，然后自己住到那边去。蒋氏刘家虽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刘小勇的阿妹为到本身人的很较好的未来，艰难当中，佢还是散忙做些存钱。20頭喺國小做工友，暗晡頭轉到屋卡，繼續帶領新人呢做家庭推工。阿妹無日無夜做到很辛苦，新人呢未做得咁衰多，也係阿妹對新人呢無限嘅愛。故所切的新人呢，未比一般同年齡嘅新人呢，還較做啲事理，盡力分擔家庭經濟安重嘅責任。我初中畢業以後，我就出去工作。我10幾歲14歲我就開始工作，一直到高中也是半工半讀，所以整個那個幾年都是我出去工作賺錢。每一次的薪水啊，原封不動又交給我媽，我自己都沒有不花什麼錢的，好像做大姐，我不知道做什麼，就是知道賺錢，還回來給媽媽。然後弟弟放寒假、暑假回來也會來做代工啊。對，我弟弟很會繡花，幫忙繡花，都很會。男孩子你就看到一個男生在那邊拿着繡花針在那裡繡。剛才我是一場車禍嘛，哈，一場車禍也是休學1年替我上班，我在國小那個松屋國小上班了，可以休學，我就病假休息1年。還去高中這1年我就拖1年高中那個夜校讀高中嘛，今年就去讀聖經書院。頭擺啲劉家最困難嘅時節，父權嘅基督教會本記到非常多嘅幫助。比到感恩，劉小勇聽等阿妹進入教會。因為信仰嘅寄託，本後生較唔同化嘅劉小勇，悄悄地改變佢身體。剛開始根本也冇想到講，信仰老因為有乜嘅關係啊？都過來久了去就想到，正經哦，特別去教堂吼，信關度就會較好，因為我就好潮濕啊，哈，脾氣又凍結啊，哈，又乜嘢都很急匆匆的人，哈，我去教堂以後，我就發現到講，有心較慢咧，唔會講按乜嘢都夾有啊，係都擺做乜嘢，就為乜嘢會被媽媽打，就會乜佢講嘅。做唔到事情啊，你就想辦法就要去吃飯啦。特別佢講阿媽嘅，我就會想正經，冇可能，我來吃飯啦。好，我講到就豪氣啊，哈，那乜嘢就很做，但係很美好就當提到個心慢慢去教堂以後哈，都心情又慢慢好，然後這個就感覺到有的事情唔會按衝動。可能係天生的好奇心，喺劉小勇往後嘅成長當中，無論面對乜嘅新嘅事物同挑戰，都做得勇敢面對，唔會驚。咩可能亦嘅過程受到挺多人嘅幫助，本期很刻地愛用辦去幫助別人，喺信仰嘅指引下，迎接未來嘅種種挑戰。我那個記哥。這款的學生，他就更不服氣，不上課。後來，真的，我也是很愛他了，因為太嚴格，你問你，他足嚴格。那就建議呢，要麼說你，他是很規矩的。4年準考期間，牧師同牧師娘應用班影響到劉小勇，本期後來成為關懷協會地位最重要嘅靈魂人物。韓世時節嘅劉小勇，雖然比同年齡嘅新人呢，承受很較多嘅苦難，不過有一段時光係佢倒一下，還記得當清楚嘅。
先做升建学院嘅新年综合惩罚，天天嘅刘小勇日後行向社會關懷嘅職業。雖然畢業嘅當多年，同學都分散去到台灣各地，不過每2-3年，大家就會舉辦一擺同學會維持友誼。今晡日閒卡係難得，做得老同學轉到教研，同高齡80歲嘅牧師還有牧師娘打嘴鼓。雖然演藝天時唔好，依種嘅教研美景，還係本人想到當年嘅青春往事。都了學校以後哈，同埋大概4年的時間哈，同埋出了除了畢業又轉去副行啊，大概差唔多的時間都出了。因為嗰當時又做打工哈，都打要。等於早晨6點就開始工作嘅，很大家好風咧，風起來咧，我讀書咧，我做事咧，一直到暗啊10點個大拜個，好咧，好水木咧，好熄燈咧，嗰當時就細妹同埋帶兩件恤衫，班上同埋設計都係細妹，大概就洗咋。所以我特別看到，哇！我做事我就會夾來做啊，因為同埋按洗咋，我遇到做乜嘅嗬，所以我特別都唱洗嚟唱我跳嘅啊，我歌嘅啊，爬高嘛，咁我就提名就去啊，嗬。秀芝，我有一張照片是黃師母的，他有聽話。我是做規則的人，伊跳的人就無愛守規則，這是上帝好嘅恩賜。跟那個寮長問嘅，為什麼？我說寮長說聽我的話，他說為什麼我慢了2分鐘回來，你們就鎖起來，就吵起來，後來他就不來上課。所以我就，哎呦，我都還記個，這款的學生，他就更不服氣，不上課。後來真的，我也是很愛他了，因為他這樣的個性是，我也錯了，因為我太嚴格，你問你要足嚴格。那就驚伊咧，幹嘛說你？我可能都會想。他是很規矩的。如果沒有這樣，我們今年後來我到他家裡拜託你來上課。我媽媽還搞不清楚，說幹嘛？你回來幹嘛？我說回來，然後等一下他就到了，我才到家而已，我沒有回到家多久，他就。我拜託他回來上課的呢。我自己覺得，深受我們院長的影響，就是我剛剛來學校報名的時候，我來能轉嘛第一次是來學校看學校，然後就看到有一個校工在那邊除草，然後我就說那是一個在那邊打掃的園丁啊，或者是校工。然後第二次來的時候，又看到他又在另外一邊在做事。等到開學的時候，王牧師就在樓上就穿西裝了，在台子上，在講台上面穿西裝打領帶。我說那個校工什麼時候變成院長了？後來我才知道說院長是以身作則，他就是用這個榜樣，所以每次有學校裡面有任何事情，他一定都是院長親自帶我們做哈。校長兼講就是這種的。勞動服務都是一起做的。對，一直到現在，我帶我的工作人員，我都是先帶他們做，我一定跟着他們做，做了以後，他們再去研究他們想怎麼做。就像劉小勇講嘅，親力親為，已經是維記待人處事嘅基本態度。除咗處理一般文書事務。當日佢都天初會到每一個工作場所去看看員工嘅工作狀態。啲老員工嘅眼中，佢差唔多係留所有嘅時間都奉獻到鴉片咧。劉姐佢係一個非常實忙嘅人，佢大概9點來上班一定要做到11、2點當佢轉屋企。我還記得佢有一擺那邊有個同事。
有查获嘛哈，但是呢，假不卡人哈唔伫嘛哈，警察呢就会走到福州路嗰邊去叩門嘛哈，你講廿萬個同事查獲都醫院方面嘅哈，但是呢同啲唔到假不卡人，假隔壁嘅嘛哈，那麼呢其實家出走去醫院咯，看嗰隻同事，家下已經12點咯，所以呢佢呢非常嘅有熱心嘅人。約幾年來，關懷協會秉持定人休息不休息嘅精神，提供弱勢族群就業機會，聽數弱勢嘅朋友靠自己力量謀生，重新尋找生命嘅價值。劉水龍因為一場車禍造成下半身癱瘓，實有6-7年嘅時間，因為自閉唔敢出門，甚至一度差啲變做流浪街頭嘅遊民。在協會嘅幫助下，佢對木工工作當中重新尋找自信，還有自我存在嘅價值。我們來木匠的家哈，就有在工作就忘記了哪裡會痛這樣啊。來這邊還是那個小劉姐還是會花工錢給我們啊。我們做很多東西出來了啊。做好就拿去就賣掉，很快就賣掉，這樣是很有成就感。吳朝芳也係天氣維修師傅，衝突弱勢嘅佢，身旁總係會帶點碰鏡。劉小勇從頭講小講，本吳朝芳同屬長過嘅家庭，有7-8成都做得本佢長好。劉小勇對佢親惡惱。我講94年到來到呢木匠嘅家吼，就剛長來時，呢唔知講佢會長天氣啊，本來就想講要強養無頭路嘅人來呢邊尋頭路點啊，結果冇想到佢很強哦，乜解有天嘅東西，佢就拿來長啊，真件會長啊，就問佢講，蒙頭擺學乜解啊？無了要學習咧。佢嗌都唔特別學物界，佢講嗌學6合高工畢業啊。物界都教，佢哋特別嘅10年啦，感覺佢唔係講朋友，唔係講同事之間，其實啦，因為了解就係嗌教你，某個事情其實是可能，冇是可能用不地，佢特別就講安尼句吧，所以講係學到講。某個事情你就試看啦，張地講，你做得冇，你做唔得，試看啦怎麼地。天生我材必有用，劉小勇對來求職嘅員工都會本街道相當大嘅包容。方元耀先天28結症，高中畢業過後，前頭路簽唔順利。後來方元耀嘅阿妹堂講，關懷協會做得提供就業嘅機會，就帶佢來試看呢。公司採訪佢哋哈，人看到佢就冇乜個差別嘅，進步當多。佢細嘅時間真嘅當然圖啊！一項事情哦，你搞佢10遍、20遍、30遍，佢係冇見到曉得安樣嘅，我當有耐心。其實我們當感謝木匠的家呀單位吼，佢爭過來學習下揾幾下我嘅工作啊，因為冇見得都適合佢啊，佢試了好幾個不同的那個職位，最後就到二手家具店吼，就算佢知道講老年安樣講法吼，當有趣味啊樣嘢把老東西賣出去吼，佢當有個成就感，故所以就到二手家具館就算穩定下了，到了算來做5-6年了。童先生也係有一間樂器行，啲嘅9年音樂課程，係一位專業嘅樂師。10多年前，因為經濟唔好，本意長期失業。
当来到协会嘅时节，心情真唔好。恐怕付出更多嘅爱心同耐心，本其心灵得到释放。刘小勇心感到当清楚，同先生亲合作音乐本行，就同其请店面，支持其重新出发。刘姐她是一个就是木匠家的一个灵魂人物，那她很注意到每个员工有些什么困难的事情，那她都非常愿意去帮助这些员工去走出那个困境。她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就一直都是这样子，她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她不管是针对环保的议题也好，对于关怀这个议题也好，其实她私底下都做得非常的多。她对你新进的每个员工，她都会去观察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一些遭遇，不同的一些境遇上的一些困难，他觉得他可以帮助的，他就尽量帮。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就是蛮多员工都是在这边可以找到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向。他是可能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个。可能详细数到各界帮助，本刘小勇心存感谢。可能对于牧师还有牧师娘嘅神风，学到待人处事嘅态度。木箱嘅物卡唔单唱係废棄物品嘅重生站，每個人的鴉片都做得行出自家嘅路。數到幫助嘅唔單唱係一家人，係抗太多嘅貴嘅家庭，還有貴嘅社會。廢物再利用唔係口號。一下人啲關懷協會地位，看到很多新的想法，還有新的創意。二手衣當中挑選出可能符合今年或者是最近流行的元素的東西。很多朋友來到看到就講我特別我家婆婦下也有啊，我公也衰安樣嘅，我細細咩衰安樣嘅民眾吼。全新的店面要代表全新的未來。關懷協會一路行來，無停嘅抗體本身的影響力，要帶動社區改錯嘅認同力。當日都有志工到鴉片義務聽數整理物品，呼勸當到居民要養成同屋卡合作地用使用唔到嘅物資送到鴉片嘅藝術店，甚至從頭到鴉片來尋寶。請到實用又便宜的藝術商品。小姐你好啊，這是我們要捐贈的東西。那這個是一個籃子，然後就是一雙鞋子，然後一些是那個廚房的一些五金用品。好，客氣，謝謝哦，好，拜拜。比到本屆都有穩定嘅收入，還有安定嘅就業場所。去年底政府嘅經費支持下，有很多後生嘅成立員加入，帶同協會行向名路優化同拓展名路社群行銷。你是當感謝政府去年啊，本你該叫做青年培力計劃，有6個名額哈，做得來然後你天數，做社會企業改造。因為你二手店大概做嘛該就你想愛做你就做，你想愛按樣標也做得，按樣做也做得，冇制度啦哈。所以政府也希望講你做得用企業化經營藝術店，本你6個後生人來，這6個人對哪來？當然都對臉書啦哈，網絡去徵召。青年培力計劃就從春意強用公開關懷協會，本期成長狀態嘅養分，也係唔單唱有專屬嘅企劃同宣傳，留學澳洲嘅服裝設計師李亞麗，以決心愛顛覆台灣人對藝術產婦嘅刻板印象，本係家重新認識藝術產婦，唔單唱做得做環保，降低環境嘅衝擊，還做得透過簡單嘅搭配同改錯，創造本人有全新感覺嘅環保又時尚嘅風格。國外的學校就是設計學校，他們會有這樣子的課程，
然后会引导学生去思考，我们设计师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样的道德责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块可能台湾还没有这么样的普及。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课程，我才渐渐的了解说，其实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就小时候就会很喜欢把妈妈的衣服拿来改造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步就是先从二手衣当中挑选出可能符合今年或者是最近流行的元素的东西，然后把它做一个很不错的视觉上面看起来很比较吸引人的一个行销摆设这样子。还有包括就是做网络行销，然后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子不一样的那个风格，然后被吸引过来。那之后我们还会再考虑看能不能发展自有品牌，就是也是用二手我们可能废弃掉的一些废弃物，然后再去做一个改造，比如说裙子变成西装外套啊，西装外套变晚礼服等等之类的，发展自有品牌这样子。一讲衫褲傳達的係一種時行嘅概念，按你古董家器傳達的就係一種歷史嘅傳承。透過後生人嘅想法，古董家器咪做得成為爸爸客棧嘅特別亮點，成為國內外旅行嘅人尋古懷舊愛國也最好嘅地方。你回書吼，大家符合用唔到嘅東西吼，都你互相嘅教，將都差不多10年來吼，就書到千多，你都是清有歷史嘅東西，你唔攀的。拿來賣哈，就變到了做倉庫。結果你後生人講很大爽哦，你按獎的東西唔拿出來本人看，冇就拿出來賺到錢咩好啊哈。所以就做了那間背包客小屋外國人來到台灣了的時候，給他做背包客，就聊天做得請聊天，較便宜的位數哈來帶意思頭就找你藝術店來打工。好，所以變到又做得拿來賺，本大家看按獎，青島民眾吼看到你書到按獎的Q 的家己吼，都想到講家父下一個青島康的按表定冇用到大送，就送本你進來進到，你咪係按看得到就行下到了吼，並大家就想講表財富下表定。按大數變到那片又好本人看哈，青島朋友來都看到就講我特別我家婆富下也有我公也水按樣的，我細咩水按樣的民眾哈，大家都看到就講嗰個愛富下嘅當民眾做起來啊吼，你們真想到很大數哦，根本冇。拿起來哈，都可能唔啲小體，係呢本賣拿去跳體啊！吼，看到大家都提講，真嘅按到好嘅東西，運動要留起來，吼留下來，冇按用凊彩就跳體伊啊，真嘅真大爽。對本單細細嘅一間咖啡館，演變到一下有藝術百貨館、物資小小站，還有爸爸客棧，也全部都係歸功於16年來無私奉獻嘅人。我沒想到會變成那麼大。一開始我覺得就是我們就要簡單，就是一個咖啡館，跟一些的大學生來可以做朋友。可是我沒想到會變成那麼豐富。我們有一些人。有一段時間有蠻大的影響，可是他們會走掉。可是小羅姐可能是他一直都在，他可能是教會裡面最忙的人。快一點，我們動作很快哈，我們差不多20分鐘就可以做完一個哈。這個地板已經有貼平了，所以說這個地方千萬不要磨。這個地方不要去磨它。這個底板。當年嘅寒暑假，劉水龍先生就變做小朋友體驗樣嘅木工先生。原邀要分享自家經驗，本來到也嘅後生朋友，無論人也係物，來到也片都做得前面到生命嘅天味，還有重生嘅力量。按睇嘅改變，就像蝴蝶效應強用嘅連鎖反應。日本頭擺嘅創始強盤想都想唔到，也咪係16年來劉小勇吃到千元味嘅成果。
总了单位哈，青岛外来的人口啦，好那边有汉人啊，有河洛人啊，也有维省人啊，哈，也有原住民，不同的种族材料，那大家都有欣赏我们啦，哈，那隔壁邻居也对安尼亲好，真嘅我都当欢喜哦，当感谢大家按认同，吼，应该是肯定我们这样的工作，哈，青岛志工来老安尼天数，永远都下班啊，也有退休的人都讲啊，我做的天数嘛，我就愿意来天数，吼，我想俩对安尼。总大的，因为本来就某腔民族哈，族群某腔样，但是做得腔下做腔样的事情，亲好。在未来，刘小勇还较希望透过关怀协会嘅成功经验，分享到各社区，甚至到全国各地。本日嘅社会，万乃都充满人休息不休息嘅圆满幸福。